再来看国民党立委王宏维早起开记者会，指控卫生福利部去年向两间业者买530万的韩国的快泰试剂哦。事实检验是发现讲，韩国的这款试剂侦测病毒的效果是无好，国库恐惊得爱了4亿7千万。疾管署是表示讲，这个采购有争议，不准公共工程委员会等的调解，会要求退货，嘛要求厂商退钱。就是这款韩国进口的新冠家用快泰试剂减巴迪，去年影响新冠欧姆克疫情举起来，卫福部紧急采购大约530万剂，验破食药署检测所发现，根本无法度有效侦测病毒，属于不良医疗器材。国民党立委王宏维在市调开记者会也出真相，当卫福部要求厂商退款的时，竟然疑似因为惊乌心快泰流入市面见光，拍算同意业者要求退换货。甲交付尾款，批评卫福部真正是无能不失职。厂商不但不愿意退款，而且还要求请尾款要还给我。我不晓得天底下有没有这样子的割地赔款、上权入国的一个做法。王宏维指出，这款是去年向家属生医买大约502.5万剂的韩国减巴迪快泰试剂。新厂是买30万剂，两间业者采购金额拢总是4.7亿，也已经先支付家属生医约90%的汇款。虽然卫福部已经发文要求业者执行落价回收作业，也不过回收技术无完全，部分乌心快泰剂恐惊已经流入市面。这些争议呢，我们有跟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来申请履约争议的一个调解。那目前呢，已经在做一个调解的一个程序。对此，疾管署强调，目前这款的家用快泰试剂使用100万剂，已经回收369万剂，地方政府也伫咧回收中。另外，新昌公司契约金额2850万。还未付款，另外已经支付家属生医公司大约90%的款项，会循法律方式，请这间公司退还款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